虽然风台要来啊，但是伫台南新天地小西门广场也是闹热气煞。原来就是因为三商农会爱凤奖，专程来到市区举办行销推广的活动。爱凤奖赞不赞？三商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表示，去年农会家政班妈妈自行演化往来印象，经过试食了后，大家反应拢真好，所以农会同时做了15000罐，全部拢卖了了。为了推广这个古早味，今年佫特别重新设计包装，佫号名爱凤奖，互古早味加了全新的时尚味。在咱开始做品牌形象的时阵，咱嘛受到咱农委会兼市政府甲咱迄个经费的赞助，所以咱的包装设计，佫有来做一个精进，来做一个品牌形象。所以今仔日吼，咱是想借这个机会来做新品的迄个行销的迄个展售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是伫今年度要去中部兼北部来办理这个行销产品的迄个行销展售会。咱嘛今仔日拄因为疫情有较零小化，所以咱农会嘛借着讲，在咱台南新光三越这个场地，来做这个展售会。嘛邀请咱青农一同来互因生产的农产品兼加工品，会当互因的低码度佫当提悬，来增加因的收益。为了插的现场买起，三商农会舞蹈班嘛再来热情舞蹈。农业局长李建宇、立法委员郭国文、议员陈碧玉、陈义丁也拢到场推荐三商农会的爱凤奖。咱的农会所生产这往来印象，全部拢经过药物专业的检查，全部拢安全卫生个健康。这个好的物件，无推广，大家感觉做无彩。尤其疫情期间大家若讲你无方便煮，罐头开来配糜、配饭拢做好。三商农会它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这个农场加工的部分。那不论是 iPhone 酱它运用了在地的这个凤梨，它打花印加它其实但是火锅吃火锅最好吃，其实台风天来吃火锅应该更像，所以 iPhone 酱是最好的。配合这场活动，农会嘛邀请各地青农举办青农市集，展售济优质农产加工品，嘛吸引到不少民众采购询问。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